Hello，士嘉堡華人宣道會嘅牧者同埋弟兄姊妹平安，我係雷修平 Ann Louis，係加拿大宣道會嘅國際同工。好多謝教會俾我有機會透過呢個視頻向大家分享一下墨西哥城華語專業人士事工嘅近況。感謝神，洪思勤宣教士咧喺2023年嘅11月，嚟到墨西哥城，同我一齊同工服侍呢一度嘅華人。感謝主，有一次咧，我哋同一對英國嘅夫婦傾偈啊，就知道原來喺 Reforma 呢個地區就係我圈住用藍色線圈住嘅地區，有一啲華人喺嗰度居住工作。於是，我哋經過禱告、思考、研究，於是咧，我哋前幾個禮拜就開始喺 Reforma 嘅地區舉行咗西班牙語俱樂部。呢位老師咧就阿 Rani 老師，佢本身係參與咧 La Fuente 教會嘅一位嘅墨西哥嘅姊妹，我哋同佢分享同中國人傳福音嘅異象，佢好認同我哋呢個異象，佢就同我哋一齊同工開展呢個工作。感謝主，有2位華人媽媽同埋2位美國人參加呢一個嘅俱樂部。我哋仲好希望推動本地嘅教會嚟從事華人事工。我想介紹一位嘅傳道人，就喺幅相嘅最右邊，Anna Miriam 傳道人。佢咧本身就係 La Fuente 教會嘅傳道人。La Fuente 嘅意思即係話耶穌基督係我哋生命嘅泉源。我哋每個月咧有一次舉行中餐俱樂部，我哋邀請 La Fuente 教會嘅領袖同埋佢哋嘅家人嚟到當中嚟介紹中國嘅文化啦，同埋讓我哋了解中國人需要福音。我哋一齊為中國人信耶穌嚟禱告。Austin 同埋 Shamaya 咧係我哋加拿大宣道會 Ambition 嘅實習生。感謝主，過去我哋有3個月嘅時間，佢哋同我哋一齊同工嚟服侍華人。美城加密國語宣道會會派遣一隊嘅短宣隊嚟到我哋當中，嚟了解到嘅中國人，嚟同佢哋有交往同埋服侍佢哋。喺5月15號到20號期間會嚟到我哋當中。我5月24號咧就會搬屋企啦，會離開聖達菲，希望咧搬喺市中心呢個階段，為咗事工嘅發展，求主幫助呢個搬屋順利啦，同埋咧求主安排一個適合嘅地方俾我居住。今年聯合宣教大會 JMC 會喺8月1號到4號喺多倫多嘅 Bayview Glen Alliance Church 舉行。今年嘅主題係宣教心 Mission Means Me。我希望嗰時候能夠見到大家，我哋一齊去禱告思考點樣去回應主嘅大使命。弟兄姊妹啊，我哋好需要你嘅禱告，請為思勤同我有健康有智慧，同心合力嚟興旺福音。求主使用唔同嘅事工，讓更多人認識救主耶穌基督。最後，求主讓La Fuente教會嘅弟兄姊妹更多了解華人需要福音。願主賜福各位。Dios lo bendiga。拜拜。Adios。